最近这阵入来台湾的外籍移工暴量确诊，互这个移工入境以后的管理问题浮上台面。即摆发现讲，收容着移工的医管中心居住的品质真歹了后，劳动部开始来稽查，发现全台湾有21间的医管中心。虽然即摆是无法可发，但是劳动部长柯明春讲，已经要求中介公司要监督因伫限期内来改善。外籍移工着肺炎引起宿舍环境的问题，然后劳动部伫咧记者会对暂时收容移工的公司一声唔知百行无代，尾要紧开会要求地方政府稽查，嘛发文予中人要求限期改善。我们清查的结果，目前是21家，要求医管公司这边如果有留宿移工的情况，也是要原则上一人一室啦哈，那不然至少也要遵守我们自主健康管理的那个通知哈，上面所载的要维持1.5公尺的距离。要求中人改善医管中心大做会进行，劳动部嘛总算和指挥中心达成共识，初步讨论会伫咧14天检疫期满了后，若是阁需要做宿舍，指挥中心会甲因斗3天。嘛计划安排专人追踪移工，专家讲安尼做，较会当做好管理。是你要去把这些能量弄出来，可能要去编组一套专门的人力，那他们可能就是专门在注意这些移工的监视啦、安全啦。那这个是会有帮助的，而且有充足的防疫人力呢，你的防疫工作才会做得好。面对台湾需要真侪照护能力，专家讲，移工的防疫要跨部会合作，才能甲疫情控制调回。